前我听到很多老师说，你不是刘荣昌老师，你不能用他的方式去诠释，那有去给他讽刺。好，还有时候看一下，老师按快给亲近长，弄来电啊。记得，嘿，用慢讲，我有想过，嘿，你有我过，哦，所以按样，人身攻击你就说嘞，嘿嘿，当拜做按样你，不义无不义，特色，我唔敢，我唔敢嘛，唔敢骂你，哦，俩太太上拿出来，老热倒你腿，老热强下来。大家好，我回顾哈，来请啊，大家好。好，也来到呢流行歌曲组的保味正八岁。来，先来介绍一下卫冕炸，今日紧张了哦，连续卫冕7冠嘅罗浩爷，哇，恭喜7冠了。哎呦，送礼拜做到按真实了，也礼拜按青菜啊，唔会啊，很 chill 啊，休闲啊，同家嘅高路根本有关系啊，咁你今日来位新的参赛朋友，分享，介绍下来。来，先来介绍下你评审欣赏。好，叶家旭先生，齐思碧先生，冯天树先生，小怡晴先生。来，好，我们有请 TV 参赛朋友来自桃园杨梅、黃梅蘭、水燕兩條各位哦。看下哦。天边一线天。
哎呀，梅兰记，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那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想到了梅兰，就想到你。哎呀，我当作印度都，你都唱一条歌本。听秋青斗，人见每一个人都好普通哦，真的都是你带的啦。那唱玫瑰完全没关系的。哎呦，梅兰记。哎呦，唐贡你是乐团主唱啊？哎，因为小小乐团啦，小乐团是好玩的。西寿米那一种乐团。西寿米里面担任主唱，我们是怎么讲？去社大，然后组的乐团。哦，社大。狗有班你不会读吗？歌谣班哦。我是社区大学学那个口琴，我想说口琴，那个退休以后啊，就想说往音乐方面，我们找一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去接触过的，很想学，但是没钱嘛。头拜没钱，好费啊钱。然后就退休以后就想说，那钱太多，没回收后卡，找一个往自己的那个嗜好去发展。就想说，那乐器那么多哈，哪一种好？就想说口琴是小小的嘛，期待嘛，那就学口琴吧。学了口琴，结果口琴老师就说我们要组一个乐团，那结果大家一起在选的时候说要主唱啊，一直他们都是每个人都有乐器啦，只有我没有乐器啊。你不是口琴吗？那可是那不是，那是乐团，是这个对，所以我们就说要有一个人主唱啊。那我说那我就来唱吧，知道会你说我来唱，结果就由我来唱，不是说选。有去哪里表演还是什么吗？没有啦，就我们在乐团里面练习这样子，好玩而已嘛。老人家好玩嘛，也不是为了说要去消磨时间呐。对，很多这样子哦，就是退休人士。就财富自由，反正闲着也没事，就大家集合起来。以前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有玩过一些乐曲，就玩 band 这样。正经。哇，厉害！来，冲出来，抢你个失败的 man， 大家欣赏。你上青特别好，老师你太对他对自己不太有信心。是在讲低音很漂亮，到高音的时候有的讲，不过我们吉娜是很会唱高音的，你旁边她的高音，给那个梅兰姐的高音啊，很特别，带有点沙破的那个声音有点摇滚味道那种味道呀。不过其实讲就不太敢唱，所以她没有把音都拖满，就比如说还是跟我就一点点小缺点哦，但是因为怕不敢表现噶吼，就请打上从一线前你好的功学法嘛。一弦那个一定是有个后面的的音把它切掉嘛，可是你唱歌就不切了，那个的就不见了，就一弦就牵不过去了啊，冲去了就某个咪西嘞嘛进大颂就个开发天空各位，那个时候开发天，那个天也是要切一下所以因为你没有切，所以你接不上那个拍子，每次孔都往后拖，那轻大颂，所以你从算起来就3点听啊。短琴还有短琴跟重琴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做好，高琴加降所以那3点某做后，刚好就大上了。本来你很有可能晋级，像上个礼拜呢，其中有一位突然间就爆起的那种感觉就梁淑国是在其实你冲有清酒咪西的，所以我还是刚讲，你下次再回去跟乐团在练的时候，用力一点再练，然后再大声一点，该大声、该用力、该切的地方，把它弄清楚的话，可能下次的成绩就会更好，而且你可能就可以带着那个乐团到处去巡演加油好，谢谢来看分数，看分数，看一下王梅蘭嘅分數。好了。90分，
分，一個分數唔係好，即比起來講，可以先做一下。經驗啦，迄就經驗。經驗啦，反正好教咩，一追求嘅，反正嗬，唔講嘅好教咩，對吧？好，謝謝。從狗就歡歡喜喜哈，安子生，可以哈，可以做休息哈。好，跟松本帶上去，做經驗。我哋沙落去，李彥峰帶落去神腳台。嚟彈個啦。行業嘅勝負，硬行業嘅腳步，唔好當定態路，有人愛來散步。三腳台，唔係三腳台，唔係two腳三腳台，唔係三腳台，就係三腳台。天天自己腳步，行到中高公路，就像太空漫步，一步天天一步。三腳台，唔係三腳台，唔係two腳三腳台，唔係三腳台，就係三腳台。三腳台，你係two腳，三腳台，你係三腳台，三腳台，唔係三腳台，唔係two腳三腳台，唔係三腳台，就係三腳台。香港移動愛北書。明日執到花生夫，從山口起自己條路，順發出菜種樹。三腳台，唔係三腳台，唔係two腳三腳台，唔係三腳台，就係三腳台。那個三腳台。三腳台，三腳台，三腳台，三腳台。哇！没很随便冲吗？对啊，冲很好多嘛。有啦，我们刚刚弹出个和弦，就看到诗慧老师。不是你这罗浩源，真紧，哎呀，紧张啊！我让故意弹出一个和弦，真的，我声音了。哎，不过看你真的给吉他拿起来以后，感觉上就人情合一，完全真的。我歌没有紧张一点，可是因为那条歌的歌词一些七八多啦，音差不多，不过词有点天马行空。唐公给董威白书，明日做等法上夫。那下一句我每次就有点会唱不用喊，不过条弦还没有忘，刚刚应该是没有忘词啊，就除了和弦弹错而已。哦，那没关系，那不是唱的分数已经交了啦。兄弟啊，从山口黑给条路。哦，想起来，突然想起来，条有记得就好。对，刚好记得。哦。没有，同严老師講費事啦，喺衝呢彈咗啲，衝得清喎。因為那個 Q， 因為跟成日聽嗰條歌曲說，哇，一條歌曲，高中我還沒出生就有了。對，跟上講哇，一條歌曲用得也很潮誒。
嘿啊，就是底部它是轻摇滚的一条对，歌，音乐性很够，跟和弦怪简单，不过底部给那个配置还有那样子的弹起来，嘿，做来就纯朋友看，冇弹过客家歌。记得两条歌有 MV 嘞，哎呀，在个切云当风，切云当风，哎，走，拍的，所以因为个三九台就会大家冇彈過，唔會講客家話，唔過大家彈一擺就三九台，嗰時候嘅頓點就會秋嘿。三九台就做那本觀眾朋友哦，你很會設計，但是很多觀眾朋友唔提供三九台嘛，三九台就係一個蜥蜴吧，蜥蜴，嗰時候有個三九台唔係三九，唔係兔九，唔係三七，就係三九台，就是蜥蜴嘅意思。好，來唱完了，然後剛剛四壁欣賞給你畫個圈的這個，沒有啦，因為咧其實煙鳳鄉有首歌曲啊，其實我們動熟哈，因為特別三九台。樂團呢出去表演的時間啊，佢特別做為獻亞洲歌曲，因為亞洲歌曲來推動現場嘅氣氛真勁動。啊，再講真來，亞洲歌曲還有見邊煙鳳嘅表現啊，所以煙鳳當時拍唱嘅歌曲，因為唔似架本來看到嘅感覺就係當民謠風的感覺，所以來表現亞洲歌曲啊，係講係安尼樂團來搭配，就算冇樂團來搭配。唔係做得當強勢來做，有些吧尷尬。唔會啦，唔會。那彈錯的和弦可能更明顯。但係點都幾會較刺眼咯，嚇，因為佢做得用講話嘅方式啦，做得做個較多嘅表現啦，因為現場部分冇共樣嘛。啊，不過佢邊係比賽嘅關係啦，所以呢要當到嘅東西係本人限制住嘅，所以可能冇法度上去變開就變到當開啊。基本上假一個型啊，因為特別就會來行到三九台唔係三九台，有冇？因為安尼關係，所以彈歸數會下來啊。唔係講比賽嘅人，係啲一大嘅地方係團落嘅部分係冇做到嘅表現嘅時間、變化嘅時間，本來要到彈嘅人感覺嘅嗰種團落啊，就會顯得我只是聽完第一段，進來第二段，再進來第三段，如果講啦嚇，假使講亞洲歌曲係真嘅，我有本人感覺到，我要平身欣賞抽到呀，我會想要動，或者我想要跟你一起共鳴，然後彈到安尼發，可能要有一點點設計感，應該安尼講。唔過呢，我重申嚇，亞洲歌曲其實對人來講係做動適合，尤其係比來講，係講即係像佢咧表演費啊，乜嘅東西，亞洲歌真係動適合來做，唔似可能即係來搞，讓亞記大做國家隊嘅表現來看嘅話，可能啲現場嘅部分會做到國家獎，啊，只不過也限住住也比賽部分來可能講嘅。層次感就沒有辦法表現得很明顯啦，這個是今天比較可惜的地方。希望講做他多按呢部分，然後再試試看，好上癮嘛，敢玩比較重要吧。好 ，OK，謝謝陳先生，謝謝。看人家分數了哈，看李彥峰嘅分數。93.5哦，94.5分94.5，也不錯，不錯，坐在傳播嚴老師看啊，坐的，好，以後等下有後時間，好，來回做這題哦，沒有，他現在這個不能啊，跳下來，好，下一組，羅志祥帶來搖滾麥酒，來。不同的心跳，不愛
音乐都停了，你还在？对啊，你是慢拍啊，lay back。第一声他都很理啊。对啊。哎呀，那第一声，哎呦，还有雷就，就算是比较那个没有那么激昂的 rock。有啦，后面有啦，后面有啦，哎，一开始因为一开头较保守，哎，比较低嘛，嘿嘿嘿。喂，今天不错哦，带一点舞蹈中肢体，不跳舞就要展现啊。舞台推风进来，对，那都可以加分呢。嘿呀，对呀，你歌唱实力如果万一不好的话，你那个舞蹈还可以加点分。好像可以，可以啊，真的是真的可以啊。你有没有来训练一下你自己？对呀，你平常怎么练？用白训练，冲两种有滚的歌位啊。气的话，应该就是我会跑步，用跑步然后去跑步哦，对，一边跑一边唱这样子，唱那种比较长、比较需要长音的歌，就是来从音乐歌位来练习有好吗？你吃啊吃的，有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些，有练有差吧？有啦，对呀，对，运动的人不一定会唱歌，但是你会唱歌的人运动的话，会唱得比较好。真的哈，真的我学运动，为什么突然看我？好啦，来，冲出来，抢批数欣赏来。自信以後，上擺唐一蟲嘅歌係用下多嘅戲嘅上，所以做啲唐東一天天嘅上映，根本呢一蟲兩條歌聽到的是非常扎實的聲音。就是跟上次完全不一样，可是你唱这种扎实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不用哈都应该起，所以那个声音听起来是厚实的，在前段的时候，所以就觉得好像就是你已经翻转了我对你的一些想象，跟上次，因为用气声其实它更难，你必须要反而你要更有更厚的这个功力，你在唱气的声音的时候，你才懂得如何细细的把它放出来。那因为你现在已经扎实的放出来，前面听起来就非常的饱满了。就是你几个感覺後背下到問題啦。從那個因為傳統嘅歌曲嘛，可是因為已經改編成搖滾了，事實上可以有把一個字。它在多音的时候，你用不同的音节来强调它不同的语气，我觉得这是 OK 的。可是，我感觉走得把两个短促音的字可以不用唱到那么长，譬如是就，可是你还是会把它唱的长音。我觉得可以有一点自己的口气的时候，变成是那就哦，不是是那就哦，你就是听起来就没有那个是。旧的那种短促的那种味道，对，我觉得少一点点那个。然后还有像那个最后一句啊，你已经准备要唱拉高八度，对不对？你要给准皮切对，准皮拉张奏，对，就是冲上去，因为它的低音是瑞发哆瑞发瑞发发，你整个高八度，你要知道你可不可以唱到那高音发。在练习的时候，你甚至要超过那个发，你可能还要再上半音，再上个全音，练到那样的时候，你再跳上去，那个才会每一次都做得很完美。练习下都丢两篇。好，重新上。好，来，欢迎哈罗之前的分数。7分哦，厉害呢，恭喜，算今后了，对呀，好，再加油一点点，对，好吧，好来，先回做休息，安子先，好来，沙落去古球亭，带来欧洲嘅海，好啦，歐洲嘅海已叫無言作來。之前我听到很多老师说，你不是刘荣昌老师，你不能用他的方式去诠释，那有去给他讽刺，好，还有时候看一下，我最按钮，按到了，快给清进转，我来等啦。做嘅係已叫夢。
燕峰都鼓掌呢。啊，对啊，唱到燕峰鼓掌哈，感通哈，很有味道哈，好听好听。有名是西蒙燕峰，小弟是轻易破两条歌诶。你之前有唱过来比赛唱嘛？哈，有。刚好是咧跳忘词啊。哦，黑嘛哈。对。哦，忘词啊，变搭的，哎呦，转转来着。哦，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哎呀，不知道会不会再点一次。有唱错吗？你唱不唱吗？应该冇吧？应该冇啦，嘿。冇啦哈，啊有就放心的呀，放心放心，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对啊，今天还有带相片要来修给我。相片对啊，我哋全部家族马个相片，卡出个礼行哦。很多年哦，我哋有家族旅游去嘅马来西亚，刚好，因为刚好去马来西亚制服哦，刚好冇走制服哈，到国外签抖音呀，还有，后来又走制服嘞，还不止一套哎，对，2套。你这是公司团体的吧？对啊，真的嘞。还有玩游戏啊，我们出去，我哋特别出去聊哈，家族出去聊，全部又搞游戏。还有康乐股长都抽嘞嘛，又分组啊，因为我哋读戏集嘛，然后就奔喜锤哦，奔喜锤，然后就哦，对对。钱呢？你们出去的钱是谁花？我哋有公积金哦，有公积金，对，有公积金，是每一年都要缴啊。特整嘅我哋有。股家公积金这样子，开一个共同户头嘛。股就是当一动好一天嘛哈，是股day，就刚好谐音 good day 啊 good day 啊 good day 这样子 good day 嘅公积金就出来哈，哎正经的 have a good day 哦，你们公积金还蛮多的，可以让你们这样出国。对啊，对啊，那懂我。大张又交钱啊。哦，对，有没有亲口嘞？就讲马上出钱啦。就做在正经的，你卡出给感情。对，哦，那样家族很和乐哈，动融洽了，很融洽，很棒。哎，做得好细哈，真的，还强迫存钱。来，好，向所有欣赏公平一下。邱婷姐哈，好，先生好。也个嗓音清亮呢，你唱3个，这个都要闪，唱到给嗓音还有回音转来。哎呦，好，古时候当时还唱漏3个，不过嗓音没讲。亮之后，我要轻重音，拍细嗓，因为耶稣歌是属于比较有感情的歌，好，你看你像天机发下去欧洲的海，好，我记得我上麦讲口水也很多，是嘛？哎，给你后挡多哎，你一家休息的时候，他请教我一下，来讲，启用先生，你看一张欧洲的海，就叫讲法。强强哎，你会很刻意欧洲的海，因为之前我听到很多老师说，你不是刘荣昌老师，你不能用他的方式去诠释，用去给他讽刺。我们女孩子唱歌就是要柔，很柔，你莫做唱给人的讽刺唱就不适合你了。欧洲的海就不好听，欧洲的海。强强的下音就比较温柔，你虽然你老师莫会感情冇强样啊，男生就是吃些啱啱的哈，然后一定要硬哈才会好听，但是女生要柔要软，好才会吸引人家，好，所以你专门用给他缝色去诠释，那有去给他缝色，好，还有时候看一下。我就按你，快去清净中。我来电啊！还有其他吗？问题吗？冇吗？太问题了哦，口水音没有改进。哎呦，哇！老师怎么教你那么厉害？老师说的话你都有听进去，是叫你把口水吞进去而已，还是叫你都不要喝水，滚给清早啊！走唔得。好啦，那呀，这看一下给个分数看一下顾球婷嘅分数。3点分上，要分数要1号哈，1号，没问题，留下来哈，好，加油，谢谢，什么请恭喜，好，沙雷，V 面17关呢，天气感到清紧张呢，7关，嘿，还能冲嘅，你骑士飞行上一个诶，哦，嘿，韩多路嘛，韩多路诶，哦，罗好演带来2条歌诶。
强强，很一上瘾，怕错彩魔。最后人生准备出发，赶紧一条啦啦，赶紧风吹一拍，行路路走比很很，我比到一个太世上忙达标，巴拉巴拉巴巴，才离了离去，都能失败，唔知走退。三个桥，没因为爱呀，咋个？上走比长长，才出比长长，黑上你怕错彩魔，最后一生为个出发啦。脏脏，才出比强强，黑一上瘾，怕错彩魔，最后一生准备出发，赶紧一条啦啦，赶紧风吹一拍，行路路走比很很，我比到一个太世上忙达标，巴拉巴拉巴巴，才离了离去。都能失败，唔知走退，几多零呢？巴拉巴拉巴巴，人家来来去去，翻山过桥，没因为爱呀，咋个？上走比长长，才出比强强，黑衣裳你怕错彩魔。最后一生，你该出发啦，你该出发啦，你该出发啦。罗志勋有没有看到啊？唱跳很有没有？哇，他每个点都好到位哦。对啊，没有，他今天还没有很夸大，可是他每个点到而已。知道会不会跳舞？他们定点好厉害哦，好漂亮，我都会超过。真的，圆滑线，圆滑线，对。方向盘，你有没有视察嘛？不会啊，但是我差不多。26岁的时间才去考驾照。哦，26岁，嘿哦，按算看慢哦。因为刚叫，错，全部18岁哇！啊，商业给你就去考了呀，就急着想要去赶快考了，对没？然后我还考的是手牌。哦，对，因为手牌比较便宜，要有那个跑车梦。嘿啊，便宜6千块吧。哦，真的呀？嘿啊，但你一定要一次考过。不然你要再花1500再考一次。我考了4次，考了4次。你考西班牙用？因为当时在高中做主音啊，某时间练车。哦，对，那时候在带学生的毕业制作。哦，这样没时间练了。我就考了6个月。真的哈，没过要再等。然后再等一个时间。是，我是还好，我是那时候已经就出道了，所以那个教练对我还不错。没有啦，矫正班嘛，教练对我还不错了。坐过去一点，又不多打一点哈，然后就慢慢退这样。哦，挨到到查档风冲狗本给汤就够了。还是要考，还是要考，只是教练会给你多放水一下，他就会帮我指导一下。冲出来哈！对，唐啊，请加修哦，是非欣赏吗？对，哎呦，演冲来了。好演，非常好。东方欣今日先来过的哈，金钱夜风也选我的歌，对，给条有填充，
對，有填充我哋，因為我看得出佢哋對耶穌基督動數。佢哋校園呢，佢哋從我嘅心觀都咪當期待啦，哈。所以講貴屬國嘅來表現的方式，就加應該係羅哥講嘅哈，就係我覺得今天應該講說，其實我喜歡你今天唱的氛圍，有你去給他勾心，好，有你去給他勾心。所以講，既然你是學舞蹈的。其實我蠻重視那個 punch， 就是那種 punch， 因為都要他來看，耶穌國就跟他唱之心唱有個麥就同樣。既然他有這樣的一個 tempo 跟他的 rhythm， 所以人家 grooving， 身體的 grooving， 然後也很上線張會帶也多，我會發你會講，因為你的身體受限，反而聲音不敢放。這個既然是這樣的歌曲，應該要靠身體的力量。讓你再放一點出去，三周比張張，比如這樣子講，你應該要再讓他用身體的力量，讓你的聲音再打進去一點。我們會把重感覺度就唱來頭巴讓講哎，從國外你就差那個拍子的差一點，落點就差那一點，就很想要再推你一下。呀個歌曲同樣，雖然點數人個部分根本拋個冇乜問題，不過呢就是那個力道就差那一點點。好，不過倒還好，到最後你還是給我驚喜了啦。然後最後的高音你唱的我還蠻喜歡的，就是去給它改編來唱，我覺得我蠻喜歡的。所以總結來講，其實是應該要用你的動作，你的動作要再放大一點，你才有可能把那個 punch 打進去。我會發，我總覺得少了一股份兒。對，我就剛剛的就應該就巴拉巴拉巴巴，應該給你感覺到你身體在動嘛，你的後背也會跟着動嘛。那偏在同一時間，兩個嗓你是不是就敢放了？對，而且你那麥克風很敏感啦，所以你應該放出去聲音應該會更好聽，所以應該再把它再放大一點。這樣 OK， 動作再大一點，再有力一點，用身體去推那個聲音。按你彈起來的話，整個今天的整體感會整個不一樣，你們給他嗓先其實比較接近我，反而是燕窩的聲音比較特別，你的聲音比較接近我。哎，按你發嗓先有這麼尖，比較清亮的聲音來表現的話，應該會有更不一樣的樣子。OK， 安子 say， 好，謝謝，好啊，那就來。燕佛來到舞台度，哎呦，我們又複製貼上，這兩個真的是，對，好像那觀眾朋友，怎麼又他們兩個？換件衣服而已，哎，換件外套，好，哦，來看分數了哈，好來，好，看下來看羅浩演嘅分數。少年流通來說。聽說你跳舞跳得很厲害，也沒有啦，就把它當作那個是健康的啦。健康，跳30兩年呢，30兩年啊，差不多30年。難怪你身材脖子都哪有呢？真的有，真的，還有做瑜伽，床上瑜伽，床上運動啊，你看還有腰呢，你看有嗎？有啊，我女兒說，你看她都媽你有腰，我只是腰很高，不是吉娜姐你有腰，可是沒帶出來。有啦，我有好冇？有啦，好啦。哦，來看分數啦，哈！好來，好，看下來看羅浩演嘅分數。什麼先生？八關嘞！對對對，好，還有2關，下禮拜你就不要唱了嘛。原來他哈，他用恭喜浩演，羅浩演，連續8關，等從避免再破壁，恭喜！係，而家嚟到傳統組嘅保庇正8歲，避免炸嚟，避免3關咧，楊桂蘭姐，哎呦，金閃閃人看，今天沒給我按講，哎，你看上半身跟下半身好像不搭，不搭，而家等他嘅衫會脫下來，貴神啊，金閃閃嘅，哦，黑毛，誒，跟按着做感覺冇係啊，係啊，下半身很像秀服呢，對啊，乖乖，等下再看我彎毛，好啦，咁我今日有一時呢，就朋友來到朋友來，那比賽之前呢，介紹下你評審欣賞來。哦，歡迎蒼永庭欣賞，李秋華欣賞，林占一欣賞，
请提过先生。视频欣赏好。好，欣赏介绍的马上进行今天比赛。有请 TV 来自种花普行。哎呀，小英带来罗山歌。好，来唱歌啦哦。油桐叶送花香真情泪。从西到老，不分离难。几个了，恩情啊，悄悄也讲哎呀，玄机哈，大家好。哎呦，你唱歌好娃娃音哦。对呀，讲话也会吗？一样，对，就是这样子。穷庸，你客家人吗？我唔係客家人。種花嗰邊，孤陽嗰啲種花。種係孤陽啲種花。竟然有冇想我學客家口語？哦，因為我可以我講華語。因為我覺得山歌非常好聽，所以就想要學唱山歌。然後學了之後呢，我想給自己一個挑戰，然後就來參加鬧熱大旅團。對，這種是在跟那個三峽跟會仙的時間有讀。你有讀過？對，你是有去那個歌唱班？好新嗎？歌謠班有歌謠班。歌謠班，歌謠班。你有冇係啊？有冇想去歌謠班哦？那是因為一開始是因為我們的那個朋友。就是我們的里長，他是客家媳婦，所以他就爭取說可以在我們的社區裡面就開一個歌謠班。那他爭取了4年，好不容易哇，終於就是可以成立了。那我那時候剛好就是有個剛好有機會有那個時間，然後就去參與這樣子。那我就越唱就覺得越好玩。客家山歌越好聽。對，雖然我不會講客家話，可是我覺得客家山歌非常好聽。但你唱得很有味道呢。謝謝。很有那個氛圍啊。我覺得我的聲音好像跟一般人的聲音不太一樣，有時候我會覺得很自卑。不會，唱山歌有韻味韻味。對啊，謝謝。所以你這種聲音也是可以唱啊。對啊，鄧麗君唱山歌一定也很好聽吧？鄧麗君以前有唱過一首山歌子。真的哦。他有唱過。真的哦。你這樣唱我聯想不起。山上啊，還有什麼的？他有翻唱過。客家山歌。用國語來唱。華語來唱嘅，旋律係強用嘅嚇，是係華語啊。對，好正經哈。好，衝出嚟唱下你嘅高中欣賞嚟同公平一下。好。
以创业嘅山歌、实验山歌吼，做得创作安尼吼，以欧诺的啦，吼，规下来讲也算平顺啦吼。当然也有杜方，因为佢咩行业，故说有的事佢冇办法好创作按张当啦吼。天机嘅发祥嗰只祥是祥，吼，可能下一摆创嘅时间可以注意啦吼。天机嘅个真情嗰只真是吼，佢创嗰只嘢咩时间？冇乜嘅親穩聽啦，吼，嗰位第三機佢不分離嘅迷音吼，又較冇按韻啦，又較早的位吼，其他幾下來講吼，一個台風也好，佢創嘅幾數嘅來講，還係算以後啦吼，尤其係唔咩。客家人吼，做得創夜山歌創作案嘅吼，好努力啦，好努力，加油哦！謝謝先生，加油啊，高中先生，好，再看一下你分數，好，看一下吳秀你嘅分數，好。哎呦，什么先生？很厉害呢！我会继续加油的。好，不管有没有过关，我都会努力的。谢谢。对，咩是夢？係啊，可能人對你嘅客家生活有影響嘛。謝謝你，怎麼來學習？謝謝你，哇，謝謝你的精神哈，謝謝哈。什麼？先回做歌曲。安子 C。他要去哪裡？我也不知道，他好像還立正了一下。好啦，沙來，沙來，順風主帶來三個字，來聽我啦。公主记后。对啊，你是因为刚刚他这样唱歌，然后有娃娃音，你压他没有一点？应该要跟好的学习哦，没有了，三歌子可能黑二年挑吧。哦，哎呀，小调没黑就有点软。对，他牛音这种感觉，三歌子还可以表现。哦，对，还有小调。小调的舞姿这样子，所以听说你跳舞跳得很厉害，也没有啦，就把它当做那个是健康的啦。健康，跳30年呢，30年啊，差不多30年。难怪你身材脖子都哪有呢？真的有，还有做瑜伽，床上瑜伽，床上运动啊，你看还有腰呢，你看有吗？有啊，我女儿说，你看妈妈你有腰，我有，我只是腰很高，不是吉娜姐你有腰，可是没带出来。有啦。我牛好冇，有啦好啦，改天有机会专门抬起来看，根本做太多了。我会常常讲啊，我有腰，但是没带出来。没带出来，胖的意思。哦，那你都去哪里跳啊？
冇啦，以前迄区公所要去改建呐，都冇调子枪时的公园，公园水是冇嘞。哦，公园怎么跳土风舞嗰種全部有啊，但是係一首歌一支舞而已啦。没像人呢双人跳也没有，就是单人的。哎，对对对。是他家动多啊呢，对，广场舞嗰種。從20年前嘛，跳個流行嘅手里手里，還有 Nobody 那個，我哋好清舊，老人家跳 Nobody，Nobody 還有手里手里，加兩首。Nobody，我有蠻跳，你跳一下。我沒有，我是要蹦啾，對，有蹦啾的，新難跳啦。哎，我那天還看到人家 po 那個短影音，我現在很多阿嬷級的也都是阿姐。他們都跳阿媽 Queen 卡，阿媽 Queen 卡，对，要年輕化，對啊，之前就跳那個啊，開花舞啊，要不然就跳那噠哩噠噠噠噠哩噠噠噠，叮叮叮叮叮，有沒有那個？跳舞輕活，羅哥很寬輕鬆哦。不是那個短影音好多啊！哦，你很厲害呢。我繼續我來認真。你有追蹤阿婆頻道是不是？都第一個掉在流行啊！阿媽鬼唔卡，真的哦，哦，用清後運通後，真來，嘿，衝出來唱，求下欣賞。那風主會上清哦，講到這番哈，唔過你好應該係講你上運清哦。但是你嗰個時間你起上跳錯，佢會上邊嘅躺到前面去，注意啊！還有從頭人哋講哦，脫書書內，唔係書內，脫書，關於書內，就啲隻牛絲就冇人捉到嚟啊！從呢首歌人哋接上要講啊，特別會注重人哋牛絲方面哈，所以聲顯書內哈，冇書內脫書哈。還有你提起嘅時嘅落來，你放起嘅時當明顯，永遠明顯。所以你身體沒看到，你四季八節，你三個是平板，注意四季八節，放起牛絲，然後你從三太跳嘅，特別注意哈。所以既然你有咁樣有啲條件，你就好好落去。要咪利用下去，家體會嘅唔熟人，好多年輕腔。我講佢唱過笑容清哦，雖然佢唔係講做到動人，三個嘅表情，你咪要本嘅分數。尤其佢好多年，第一擺咁嚟挑戰，就唱以前嘅客家陳嚟講咯。佢唱流行歌曲，一下彎，你傳統佢咁唱。六三個，如果你要唱下去咯，所以佢哋啊，你啷個大流團做得訓練動作，你好，你客家歌曲嘅，我哋記得，你客家電視台嘅哈，啷個大流團，你就舞台簽咯，睇下多啲參與，加油！好，謝謝，來，看一下你嘅分數。哦，看一下沈風主嘅分數。53分，讚哦！你分數一定做留下來，冇問題，哈！先恭喜你哈，好嚟，回做消息，好嚟殺下來哈，殺落去總水用帶來平白，好嚟，等我啦。你爸爸媽媽供你多少歲？ 10屆。頭擺人用乜會供哈？某天是有可能，某天是有可能，某鬧夜大擂台這種事，沒什麼娛樂。哎呀，鬧夜大擂台開播以後，可能我們的生育率就下降。
记，水阳记好，两位主持人好，你好，我今日是多个T 条拿来嘛？发发吗？系啊，发发的，系啊，哎呦，哦，很好吃，好吃。他自家都第一个罗格好是 T 条呀，你大礼拜都有 T 条好吃。可能佢都有中啦，竟然有中好多对不对？挺好吃呢，自家炒的哦。系啊，用我发发。我先生炒的。哦，用发的咯。别品种乱去呐！哎呦，好吃。像唔是看过嘅发发的 T 条。哎呀，我特别有安排了，感觉还有香味啊！真的呢，新会炒，你老公做在哪里卖？对啊，这店不卡面前摆的。系啊系啊系啊！哎呀，中自家吃的。哦，自家是辣啦，买配啥唔辣？搞朋友啊！嗯，嘿嘿嘿。哦，你爸爸妈妈供你多少生意呢？10间。10个。头摆人用我会供哈。真的很难。随便都6间7间啊，用10间。系啊，一只阿姑10个来3年妹。哦，3年。我跟你用会供啊。系啊，但是冇停过嘞。冇时限都做嘅。系啊，阿不要冇事情好做，供生意。供贴又马上就背咧。真的呢。马上就背咧。因为头版用了10天要用哎，要很多劳动力是不是？某天是有可能。某天是有可能，某闹夜大擂台给两死。没什么娱乐。哎呀。闹夜大擂台开播以后，可能我们的生育率就下降。以前最大的那个娱乐就是床上运动啊，应该是吧？两个就应该就了，可是吃到头版瘾，这年轻厉害，挺厉害哎，又要做农事，又要做农事，就会有生意。还没供很多，但是你看现在因为是真的少子化，真的呢。很多人不是不生呢，是没有结婚呢。30到40岁是结婚非常少，所以真的没结婚根本就不会生小孩嘛。对啊，没梦想会供啊。对啊，供一只生意就没办法吹了了呀。黑梦牙钱就拿一条生意呢。对呀，黑梦。啊，也冇办法，时代进步咗咧，改变咧。来，总体嚟唱，展一欣赏。嗱，水强啊，都法典过来啊，一辛苦，哈，共同讲诶，以前咧就哈，很多先生咧就全部都有去过法典搞过哈，哦，实在做差都5-6点钟以上啦，啊，实在呀，但是人哋唱都唱得一样，唱嘅歌诶哈，当公正，你明哈？一支啊，你讲一条路皮咧，1隻孔啊，绑一條就1隻孔哈，對吧？篤啊，6天嘅哈，當工程，即咬絲非常嘅清楚，因為咧可能練一個月唔係講深度嘅經驗啦，所以慢慢嘅咧要基於在啲呢個鬧嘢大擂台嘅平台哈，你所以慢慢一擺進步，我相信一天會越來就更好。韓國咧水強嘅，你唱一間哈，前後擺就係點啊？結連理啊，你唱到理都唔錯，結連理。啊，要演嘛，你再注意哈，播放啊，你彈人就會啲哈，來加油！好，來看一下你嘅分數，好，看一下總水雄嘅分數。哎呦，新夢先生，恭喜，平分哦，平分，係是有可能2米就留下來啊，希望做得咯，韓國做得來，係啊，加油，好，謝謝安子謝的對當場，謝謝，好嚟沙下來，沙來係一天9帶來羅山歌，彈過啦。Oh
主持人好，阿叫主持人好。你好。咁樣上一個是感冒呀，有啲啦，別啦呢。搭埋來都一樣啊，睇見狀睇睇，係唔可以見狀來到禮拜咧？係啊，係唔可以啊，唔單止來啊，會見狀嘅海鮮咧。海鮮咩先見狀？海鮮青島朋友會見狀。真係啊，因為冇攀姐話。哦，佢哋只會錯唔錯嘅跳哦。會啊，會啊，唔咁會關啊。第拜是參加嘅花蓮海鮮嘅時，那就播嘅三個字，結果印上台就印成平板。個主持人講係200個機會。喊起床都平板，對，唱唔出嘅咬唔出嘅三個字嘅音調出來，係啊，所以對，種感覺都真排泄啊。嗰時唔會啦，可以現在時節嘅唔怕，電視台就做唔到。對，可以咁樣當見笑我嘅。會啊，係啊，因為主持人本來200機會，我就喊硬唱唔出啦，啱唔錯啊，咁咪要過關嘛？基本冇過關，係啊！哦，真係有等於會傻分不清楚。會，係啊，平板同嘅三個字會。尤其係冇攀這個時間，對，記得就會去講唔記得。伴奏真緊。呀，應該唔會啦哈。呀，三個字平板應該分得出來吧？分得出來啦。喺冇攀這個情況之下呢？做得啦，他做得，唔會像以前啦。你做進步嘅啊！係啊，分得出來就好了。好，按你從頭來唱 K 歌先生。好，聽友知哈，今日帶來一個羅山歌。其實你唱嘅部分啊，係冇乜嘅問題，因為樣板呢，講人唱講人強韻，佢冇乜嘅問題。問題就係講你猜嚟唱嘅咩時間，尤其猜有迷韻啊，迷韻嚟唱，比如講。多出唱啦，佢到去迷韻嘅時間，辣鹽就較明顯嘅喂，嚇。其實猜你，我聽你唱按高音，佢愛發揚嘅地方還不至於講我辣鹽，變你講嘢高音較冇乜問題，點到低音嘅辣鹽就較前沿較嚴重。尤其係聽一段時間，佢傳神9強18跳，一般人來講嗬，如果唱傳神9強18跳啦，按樣唱嘅話，真要人講嘅要較脫節啦。你傳神9強就變你講，就冇辦法講。感覺講耶穌嗰位改2隻字4隻字嘅地方，你唱嘢4季8節有都有，4季8節嚇韻流暢，佢就冇問題，就傳神9強一到，嗌你建議傳神9強18跳啦，一樣唱嘅話，人講係較脫節，本人聽喺度較。面講一樣嘅事嘅，意係樣辦，也就是講同樣也面音，要流傳嘅道嘅要流暢，你係一下唱啦嗬，要流暢，所以也個得唱是唱啦，嘅道嘅嘅面前面上嘅時間就有辣上，嗰還有一些冇問題嘅上，我有些冇問題嘅上，自家平常就可以多練佢。我相信有唱過按到拜來呀嘅比賽前嘅，應該也嘅問題做嚟克服佢，加油！好，先生，做得啦哈，看分數啦，看一下看分數啦，看一下葉天橋嘅分數。分數還以後呢？對啊，之後呢，捐3.5分呢。恭喜，先生，等下準備下來咧。整個 B 面罩，PK 一下嚟嗬。好，謝謝。好，PK 一下，阿傑子，好，撒下來係你嘅 V 面罩，用歸蘭帶來平板。彈過啦。
持人哈。哎，桂兰姐哈。哈，对，哎，哦，家己印象唔讲，没演啦，我讲给下半身做到要就那种，你知道，像秀服这样子，嘿。啊，你上面当红嘿，你个客家精神，服人啊，香港，网友做过客家服。所以我今日做嘅两啊，一两拳係有練神嘅嘛？哎有。哦，他偷嘛？做唔到啦，做唔到，做嘛不用練英語啦，奇怪。真係講啦，客家心啦，係嘛？客家族全部正經誒，尤其係你傳統族誒，對，哦，他家來產水嘅朋友都會做到有一些客家嘅米線嘅東西。那這樣以後我們樂隊老師是不是也全部來穿個客家花布裝？那我們兩個呢？你穿大象裝啊，我就正常穿這樣。為什麼？我做就恐嚇做啊，係嘛？你比較搭配啊。哦，他家家私講，有那個觀眾想看的話，下新一輪，你客家天師腿講一下。哎呦，觀眾，我跟你講，你剛剛不是講到觀眾特別對我們那個胡琴老師，胡琴老師誒，正經誒，我有個就係向前下個私訊本來，我不能講我老闆示愛呀嘛，我就想說很正常嘛，對啊，結果他就截一張這個胡琴老師的圖本來講，應該大概看節目的時間都會特別注意嘅，對啊，我就想跟同阿公聊說嘛，你去追他粉絲專頁啊，同阿公聊，害我傷心啊，對，來聽一下看到原來他是想認識你，哦，黑毛，所以你現在。說你哦，對啊，在你那邊呢，在你那邊，說你很帥，真的還假的？有啊，我還有截圖。啊，那個說你很帥，他們家的電視畫質是不是很差？有問題，那電視要換。我問天師的吧？哎，有啦，正經有啦。有啊。小康老師粉絲青豆。真的啊，那麼可愛。哎呀，安定一下。好，來常態的唐先生講。唱高中欣賞。桂蘭自今日創也平板，創來醫孫啦，平孫一號堂，牛絲也有章，院也有乾多，歸下來講，假是二來有建業素材嗬，做個 T3機行司機嘅機嗬，院係唔拉冇社會事嘅啦，嗬。嘅這位加強落去應該就相當好，先好啦，加油啦！好，謝謝，好的，然後就嚟看本書啦，哈！先有請你嘅聽九字，聽九字啦，聽九字，錯高嘅嘛，錯喺度吧？有，做失敗，失敗哦，啊，不記得嚟嘛？煙梅。哦，煙梅子哦，煙梅子送禮拜這個。我的蘇康你節目。這個幽默朋友。係啊，好，來看一下，來。好，看一下楊桂蘭嘅分數。最記得。嘿，楊班講。我有想過。嘿。你有我過哦，所以安樣，人身攻擊你就說嘿嘿，當拜做安樣嘢，特色，我唔敢罵你。哦，倆太上罵出來。好，來看一下，來。好，看一下楊桂蘭嘅分數。哇！95分，恭喜桂蘭姐，連續4禮拜過關嘞，全部留下來，恭喜！哎呀，就有請你嘅桂蘭姐，連續你嘅，連續4禮拜，恭喜桂蘭姐。三個音樂飛，哎呦，今日不得了，不得了！喺節目當中啊，哈，有 V 啊那個人嘅觀眾朋友啊，冇錯，觀眾朋友貼片哈，拜託人哋知道咱們有搶到人哋台灣20館嘅關注，20館嘅關注嘅時間，關注，看他個很財嘛，咩啦？他用嘅係全部很財哦，咩啦？就是說，他個很懂。
当天嘛，当杯冲嘛，系嘛？希望吼，在节目当中都糖豆给了唱歌啊。系啊，全部有唱的，全部是冲腔组，你也是管的关注。哎呀！哎，猜出来个安尼节目哈，有唱到其他都来哦，非常欢喜。冇唔错。来，耶！现在有唱 TV 系广强附带来平白。来，等我啦。两位主持人哈，我俩当某一个奖。对，有啦，之前那个要唱那个。你是主演嘅时间，有唱落嚟啦，你这观众朋友看到糖豆当翻译，要猜出有唱到嘢嘅节目。一批有唱嚟來，一批當然咯，係啊。我隨便請的哦，唔係，係看呢兩藝嘅分量係要重啊，你重，係啊，因為講真都可以100收100，看100穿到100，係啊，唔會講法，唔會講法，對對，童言無忌，童言無忌，係啊，比來算係童言無忌啦，吼。請問下經驗幾工啊？77。
17还有上。系啊，我看我大班还穿韩装四阿哥诶，真的呢，哎呀，真的，醫生面前可能都有很不很冲啊，身材乜嘅全部變，體重身高也沒有減，沒有減啊，真的，練凍齡對，醫生面前是上岸的，真的哦，冇乜變，唔好講話變肉，冇變脆啊，冇冇少少咩？冇呢，哎呀，佢要查清楚嘛？哦，點樣查冇啊？真的嗎？差唔多啊，亂講法，明明就查清楚。冇啦，現在比較帥，差不多那麼帥啦，差不多那麼帥啦。我們兩個都一樣帥嘛。沒有，我比以前帥。真的。20管閉退以後，咁脆衣都不會動到人眼神。累積青島嘅粉絲。沒有呢個 TV 應該不得了哦。該講我20管過嘅嗬，啊本樣車外去買菜啊，那沒有市場啊。伊出來去我本樣付錢啊就看菜啊，嗰度人都見起嘛，廣場舞我講做嘛啦。用人嘅形象冇帶出來啊！乜嘅形象？係啊，冇帶。只講帶冇個吊帶褲，也出人嘅形象。哎呦，標配就出嚟啦。我講嗰個出來賣菜也做到啪哩。哦，係啊，哦喲，係啊，偶像就會按用啊。嘅形象啊，係啊，嗰種廣告以後啊，我一出來後要較真實嘅場所哈，我就做到啪哩。哦，嗰種我都有，唔係話中央啊，20年前差唔多。真的差唔多，20年前講20管嘅時間有獎金冇？有啊，幾多錢？嗰樣是冇。5萬元咩？5萬元，嗰樣是5萬元。做到發達的。發達。哪一買嘛？㗎？咩？我拿到5萬元獎金啊！搶完就冇啦。真的哈。因為我風頭很賤嘛，我頭擺做個土木工廠啊，朋友當道啊，我搶得32張呢，罰得19萬呢。真的哦。啊，唔過來參加比賽，穿5萬罰得19萬。20管我變幾年呢？幾年嚟抽到5萬膠，結果搶30人做。32張啊！哎呦！我把講嘅封神嘛呢，係嘛？拿到5萬元冇搶到就做唔得。歡喜啦！他只係咩吃到歡喜嘛，係冇？反正啊，哈，錢另外一回事啦。反正也衝出來，太感人都是愛廣場舞咩？啊，個你又逢愛個乜個客家帽子歌王咩？我要風頭啊，發緊20萬咩冇多嚟去啊！哦，真的哦，按冇有搶幾個兩時，冇搶幾時咯。冇啦，我有搶幾啊，佢講冇限啦。對啊，5萬元你要搶係第二個。搶魚是飯又沒搶魚成功。沒啊，還囤積冇按數。可能是當時很啊。哎呦，可能是他真的，他這個臭屁真的是20年前就這樣嘞。真的哦。對啊，你真的不相信？你會問我這位老師啊。剛才我邀請他講，有喊就下來啊，搶點高粱啊。哦，阿你哋欣賞唔可能去嘛？可能是高粱啊。秋華欣賞做的嘛？係啊，做得啦。做得啦哈。係啊。阿你唱秋華欣賞啊，唔夠做得啦。交流一下，嘿。你講那個是在有臭屁王，非你莫屬。傻瓜瓜當神清，很幽默。加上兩時當對句哦，見面那個對答語的，就按你。人生就怪到啊！如果佢冇一帶咧，個吊帶鼓做來，吊下勁棒，就帥氣。你講泰國當然而家上太白嗬，用腳一家就會作詞，真冇簡單。你真看，佢用眼好說乜嘅？我家一開始還唔知咁咩？結果嘛，佛禮物，佛禮物都唔佛都往就無嘅啊！係啊，差不多就這樣哈。你哋下一個字非常貼切些。天穿咯，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多多嚟參與哈。當然啦，你能夠過了20關是冇咁容易啦，根本要睇了為大家思維欣賞都能轉按咯，三掉，按住先，係啊。咩啊？還要下當到歌詞啊？哦，真的哦。開擺張本啊，再嚟表現。好啊，那由西施年後嚟衝啊。對啊，歡迎啊！好，謝謝，好的。請回座休息，安子姐，哇，真的。我想會轉型啊。對啊，
难得。这两片俩就是天生的舞台巨星。对啊，而且这个舞台还给他非常熟悉的舞台。对啊，对嘛哈，一来都要跟我专门改用，都欢喜啊，哎呀，好，沙好了亚威，沙了亚威，讲你强，打了平板。哦，他个唔係對佢係影響我嚟。第一擺見面，第一擺見面啊！對佢印象非常深刻，真的哦。因為佢唱嘅三太跳歌，佢用散樂嘅方式去唱，真的哦，散樂，真嘅有嗰種感覺。對，但那時候就很獨特啊，美聲嘅，美聲的，用美聲方式去演唱啊，對啊。係啦，係吼，因人民藝散樂欣賞，我學過藝吼，私人嘅散吼，算有名。所以特別特殊嘅家屬要參加合唱團嘅。哦，對，當橋冇唱過嘅嗬。係哦，因為14年冇唱啦，13、14年啦。啊，這個樣是畢業以後要唱一場咩？啊，最後來都冇唱啊。有嗬，藝術館過後啊，
还有神像嘅新传师啦，新传师，新传师啊，吼，啊神像歌啊，吼，艺术都暑假，都学位费啊，吼，神像嘅免费，小朋友老阿公阿婆，妈妈带儿子，女儿，来暑假时间来唱。你搞几啊台湾的？免费的哦，不是钱的哦。所以你无酬就帮他们上课就走走。按你送一几的时间？送咗5年。对啊，咩教育青岛嘅好生意哦，同阿公阿婆一样。今日算起来有带出一多少年冇？搞出一多少？本来教过嘅学生嘅吼，俩都读太学毕业咧。郭太子啊，你头摆这个参加嘅 Q 嘅赛事嘅时间，嘅罗哥会只欺负唔？是我，你有冇欺负？哎呦，最记得。嘿，用办讲。我有想过。嘿。你有冇过？做安样？人身攻击你就说嘞？当摆做安样人？我心肝吼，虽然冇欢喜。哎呦，特色，特色。我唔敢，唔敢嘛？唔敢骂你。俩太上拿出来。嘿呀，我忍在心里。我记得说你姓高，但是长得不高，也係暗夜嚟講嘅，唔免嗌講。冇啦，暗夜嚟從來咩唔識講啊？真係嗎？就會演，就會講，不要賴那個壓力姐，最會虧我。所以你看。以前姐姐哈，你看記仇記了20年。當然哎呦，你阿大師公公啊，太強還沒問題的。我最記得啦，就是這一句話啦。哎呀，真的。好啦。哎呀，聰叔嚟，請5位先生嚟交流一下啊。那位高一前公司啊，魏老師好。我熟識佢也幾10年了。20關嘅比賽歌唱以及出動嘅天川嘅山歌比賽，我都有做過嘅評審過。我哋發現佢啊，你看目前嘅氣質，你看目前嘅歌唱，到往年嗰種事啊，冇乜嘅講會退步，甚至要進步，可能會唱那種情況啊。尤其佢老家先生啊，係歌唱嘅神仙一對，真的假如講我當我唱神雕狗男跳，神雕所以我發現嚟講，唱歌係一種當好嘅認同啊嚇。皮用感情嘅認同。希望講喺睇這個多嚟唱歌，尤其講佢唱嘅田調山歌啊嚇。我哋要喊世界就嚟唱山歌，人生唔好超過路啦。貧窮富貴命主題呢，身體健康。快樂多，所以唱歌能夠心情鬆爽，愉快，身體健康，少年為正歌。做頭先嘅公司人講，126日後就我哋講啊，先好，申夢先生，好，謝謝你，申夢太高，申夢太高，先將專業畢業當我走啊，我哋沙下啦，入邊嗬，不得了，係啊，廣東醫師館嘅館主聽錯有入邊，係冇？一定嘅。福光先生帶來樂山歌，嚟彈過啦。真少年呐。
新快乐呐，逍遥了。四彩呀，同心间呐。埋汰，注重天呐，不可留，蒙太啦。注重年呐，年年孝高。嘎巴呐，是退了，相传呐，万万年呐。国父恭欣赏。哎呀，又见面嘞！哎呀，亚当真的帽子歌王，真的哦，台湾给哎，啊没啦，条没黑啦。那个是广统父亲还在制的帽子歌王。哦，在制，2张黑是。2张黑正统的帽子歌王。真是的哈，TVB 嘛，TVB，医生馆的关注。真的。啊，记到比赛时间，摸叫做随时待的。真的。你做嘛带摸的对吧？啱啲，黑狗吗？黑吗？也係一種演員嘛。你係咪冇咁樣啊？係。你係咪冇咁樣？你係咪做乜冇咁？以前啊，從來冇講啊，只講啊。對啊，對啊，係啊。你係幫我流下來。哎呦！你真係有頭下冇呢？真係有呢。哎，有咩真好看啊？其實。哦，係啊，好看啊。啊，係啊，係啊，拍嘅先講。我睇條擺咗毛毛嘅。咩毛毛啦？鐵講條啦。鐵講條啊。有啦，有 feel 嘅。我係啊。粗顯啊。講真，佢夾嘅這個粗顯就會貼片幾樣事就會，佢都帶得毛來。真的哦。就貼片有味道。喺度廣強夫先生，就佢算 T3V 嘛。T3V 啊 ，TCV 高管咧，其實因為佢幾樣時一開始毛毛嘅，所以其中演邊毛毛嘅，你見毛毛啊？佢係要毛哦，啊，其實毛毛，毛，其實咧上話係帶毛嘅好咧。哦，係啊，帶毛嘅硬用粗啦。對，哇！講真咧，顧福講先，所有嘅觀眾朋友對佢印象是非常嘅深刻嘅。係啊，大拜唐吉衝山歌都會感動。係啊，佢開山祖師爺呢，我們係啊。真的 TV 呢 ？TV，從開始嘅呢？從你顧福光先生開始。真的，我嗰陣時感覺，哎哦，佢真係會唱啊呢，客家嘅神態跳歌，原來就會安尼行咯。係幾十年來哈，已經冇唱山歌，拜佛啦。拜佛啦，對，所以冇一唱山歌哈，你啊。
有的个歌词哈，上到頭來每唔見睇，上到每頭唔見睇啊！天天係飲出來嘛，係嘛？即係來唱啊！見每嘢你跟吳傳林先生，傳林先生，交流一下。應該也是老司機，但是算晚輩了哈。應該是哈。我就也係早晨唔係早晨啦，家下看得到顧富廣先生是這樣就講啊，富廣哥啊，叫我看到誒，睇緊唱嘅好朋友樣啊，對，韓國家下嗱彈吉唱嘅歌。我記得啦，嗬，最捱到最喜歡呢，喜怒哀樂，也係唱一個誒，動搖精神呢，韓國比較較溫柔派嘅調案呢，嗬，搖一調嘅呢，最捱到比較較喜歡呢，較愛學詩嘅一調嘅啦，嗬，對人哋山歌也好，流行歌也好，小調也好，腔樣最搖案嚟嘅。要強要弱，唱出嚟歌嘅啦嗬，將我感通人心，人將彈到愛彈安尼嗬，有感情。像像誒啲顧富廣先生講啊，而家唱嘅老山歌樣啊，加個韻味。你講專門山歌呢，好彈唔彈，全是一個韻味，一個韻味呢當通人心嘛。咁我彈誒做韓上愛彈，講哦喂安尼個彈歌誒。我心照啊！因為人講彈山歌呢，我起雞馬屁，雖然講我起雞馬屁，但是我做很常嘅彈，也做很多嘅常人彈嘅，呢種嘅方式安尼。當然啦，呢要按好嘅安慰唱嘅嗰個藝術館啊，將佢得獎啊，樣嘅嗬，得嗰獎嘅時間呢，我要一個空間好來表演。所以呢，我希望呢嘅農業大擂台啦，嗬，要按好嘅機會，如果上嘅多，讓一度。得獎高嘅人嗬，啊嗰哪個也嘅藝術廣告嘅人啦嗬，要多賺來賺愛假，嗬見到一歡喜，啲觀眾咩歡喜，開假就歡喜啊！啊，那個後面仲跟住講主要係團火氣，韓國係就尊重老人家，雖然講就係老人家上手冇安好咧，但是佢會利用佢嘅經驗來到佢帶過去，用經驗來帶過去，安樣人使到本人當感通，因唔可以計較講佢唱得好唔好，安樣人嘅感覺，仲講。佢就嘅心，佢做得坐到研究嘅時間，嚟皮呢你喺度上面按教，所以使得挨到按到嘅，全部做得個嚟向佢看齊。我講使得按到些時唔啲閒囂嚟出來望，老彩明講，出差你我強佢學佢嘅心態啦，冇同一度孩子係要安樣嘢，係啦，眼甜如面安樣嘢，其實唔可以提醒你啦，自由科學家。對，我咩會從頭讓學生講，你冇都不下講呢，冇拿家口來講，老師我有事情。冇法度來上課，因為按是浪費你嘅時間呢。其實你都不下面冇做乜嘅，只都個台難聽嘛。我是存到兩級啊，遙控器啊，天啊，是存到兩級嘅天啊，咁來寫你2點鐘落去，冇聽冇通，你唔會同阿度馬前橋。你先出料啊，唱係點樣？做得落傳連，韓國超下字。兩屆阿姊強下，我結婚現點嘛？是上到以前就20年前，1988年啊，到國民嘅去表演嘅時間咧，嘅回憶啊，當好啦，係咁年嗬，係幾馬皮我就放屁來，真係。所以大鵬要到舞台啊，大家都在攝強下，聯繫感情。我從頭講啱講，大家來攝灰哦，結果沒講上。對啊，是這樣的，農業大擂台，係咁年，大家做得上灰，是才。真難得，多謝我哋副講述，繼續打住。對啊，好，按姿勢，謝謝。傳信哈，挺重要。希望你客家你農業大擂台，傳信下去，萬年，還有還是日本，日本呢是係。崇正會16屆個幸福嘅華僑邀請來的組團去表演，實在好。個今年前
该唱到哈，记得安人哈，记得该发条哈，木就喊呢，真的，天流出来，得鼓才，得鼓，没得金牌本，没懂感通呀，哪有哈？该去拜许多日本那些，跟日本那个爱发条。天流出来是紧得，本地上到几个故乡真的啊，那种亲切感哈，那种感通，上故乡的心情。节目也到尾声了，感谢，感谢，麻烦呼吁下那观众朋友，好唱歌的吼，赶快来报名啊！大天发来，係啊，個天發你看得到嗎？有，對，睇到哈。呀，報名嘅專線09666766。冇唔錯，09666766，睇住個大天發來過福港睇時啊，睇過向睇住個大天發來啊哈。對，等過福港睇過，好，希望嚟，對，好，怎麼睇講？今天的節目到這告一段落了啊，什麼睇講？謝謝俺的評審老師，謝謝，謝謝。點會上過我非成功，謝謝。謝謝，我是黑天嘅哈，這個重要超過，好唔好？什麼小強老師啊，有冇去欣賞？謝謝老師，辛苦嘞！什麼煙囪的工作人員辛苦嘞，安子生。好，下禮拜唔記得咯，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擂台。